台南市俄罗斯业权益促进会伫结束上午甲拜登礼后，第二个行程便是前往北区的总理餐厅聚餐，和会员朋友互相认识、联络感情。台南市长黄伟哲伫结束无用的市政行程后，随即来到参会现场，为所有的会员受证。对着俄罗相关业者的心声，黄市长表示会将因的诉求早去中央去演绎。那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他们因为必须要关闭，那所以说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辛苦。那希望在解封之后，那他们也有这个要恢复开放的心声。我们会把他们的意见，还有一些配合相关的防疫措施，跟中央政府反映。这个是全国性一致的事情。我们希望说，这个疫后，这个各行各业有一些要恢复到这个正常的状况，我们予以尊重。那也希望说中央会考量。台南市俄罗斯业权益促进会理事长詹正义表示，创会宗旨是要结合俄罗的行业，争取工作权益，并促进俄罗发展，健全合法经营等目的。嘛，欢迎台南市从事俄罗相关事业的朋友，做伙加入促进会这个大家庭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